由關可維同大家睇天氣，一股清勁偏東氣流今日繼續影響廣東沿岸，本港天氣稍為好轉，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，下晝中環嘅能見度有20公里。衛星雲圖顯示，冷暖空氣喺華南相遇，華南上空嘅雲量相當多，不過沿岸地區嘅雲層較薄，間中有陽光。朝早各區最低氣温介乎15至18度。由於今日嘅陽光較多，日間天氣温暖。下晝各區嘅氣温回升至19至26度，比尋日高3至5度。濕地公園嘅氣温更加上升去到接近28度。而截至下晝5點，天文台錄得嘅氣温係介乎16.9至23.5度。7點鐘氣温係21度，相對濕度81%。交俾天氣先生。預測大致多雲，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温暖，氣温介乎19至到24度，吹和緩偏東風。隨後2、3日漸轉潮濕有霧。禮拜日同禮拜一日間温暖，禮拜二北風增強，天氣顯著轉涼。而預測聽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埋路邊監測站都係低。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係7，強度屬於高。跟住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。廣州、澳門落雨，深圳多雲，廈門落雨，台北落雨。上海多雲，杭州落雨，南京多雲。武漢落雨，天津、北京多雲，瀋陽多雲，首爾落雨，大阪落雨，東京落雪，曼谷雷暴，吉隆坡雷暴，新加坡雷暴，雅加達落雨，胡志明市明朗，馬尼拉多雲。墨爾本明朗，悉尼驟雨，布里斯班明朗，奧克蘭驟雨，溫哥華驟雨，三藩市洛杉磯天晴，紐約驟雨，多倫多驟雨，羅馬多雲，蘇黎世天晴，巴黎多雲，法蘭克福明朗，倫敦阿姆斯特丹多雲。天氣先講到呢度，拜拜。